当石溪港受到地层下陷设备旧后的影响，那当着大楼加上着大雨的时阵，这海水拢会淹到车路去。嘉义县政府即马按算要用1亿7千万开1档的时间来做改善。海基的楼梯破去的路面，嘉义县东石的渔港因为设备老旧的原因，有愈来愈侪的问题。为要让民众甲伫遮工课渔民会当安心，嘉义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要来修理。我们预计要做一些海水渗漏的改善工程以及中央凸堤的这个景观台的一个汰建。那同时那我们林路的码头排水系统，我们一并会做整建。计用7500万的经费，除了要登记一座中央景观台，嘛要来改善渔港下海水的问题。县政府表示，东石渔港有观光的功能，嘛是渔民作业的所在，希望开1档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环境的改变整洁优雅各项设施都很完善带动了外地的游客也愿意进来这边消费。这届整修工程主要针对渔港的出入道路甲风水来做改善，针对渔人码头嘛需要改善的部分，县政府指出有另外争取6000万的经费，会来解决渔人码头长久以来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